此后2022年11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困境中求救上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8篇第19、13节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神要唱歌称赞。琴啊，瑟啊，着醒起来！我要甲日头叫醒。上主啊，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，伫列邦中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比天较悬，你的信实透到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愿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求你用正手牵救阮，来回应阮，互你所听的人得到解救。上帝伫伊的圣所讲：“我大胜利啦！我要分割事件，分配苏格的山谷。基列是我的，马拉西嘛属我。以法莲是我的头盔，犹大是我官兵的管。摩押是我的翼盆。”我歇我的话伫以东，我因为看赢会使大声喊。啥人要带我入去坚固的城？啥人要带我入去以东的地？上帝啊，你敢有气杀阮？上帝啊，你敢袂搁甲阮的军队斗阵出征？求你援助阮攻击对敌，因为人的帮赞袂靠敌。靠上帝，阮才会得胜，伊会拍败阮的对敌。以上，伫困境中求救上主。新冠肺炎 COVID-19 对2019年底爆发以来，台湾伫连续几波病毒的侵袭下面，无论是中央指挥中心的防疫，也是民众的配合，整体防守算是袂歹。毋过好景不长，今年4月开始，台湾搁再受疫情冲击，确诊率一直在攀升，互人未免地对遐看袂到的敌人心生恐惧。因为疫情延烧，互真侪难免接受病毒的第一线高风险工作人员倍感压力，亲像医护人员、清消人员、警消人员、教师，甲所有服务业的人员。诗篇108篇是代笔伫四面楚歌，承受极大压力的时写的。这篇诗包含2个部分，第19、第5节，甲诗篇57篇第7节、11节是相款。第6节和诗篇60篇第5节到12节也是吻合。对诗的中间，通看见诗人信靠甲坚定，互咱透过这首诗做伙来思考，当面临困苦压力的时，着怎样赢过困境。首先，心爱坚定，就算伫大角围的敌人压迫下，代笔犹原坚定学了上帝，无任何的代志会当拿走伊献上敬拜和学了。伊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神要唱歌称赞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印尼捌有一名19岁的少年人，奥迪2018年伫海上漂流49天，落尾伫关岛得救。奥迪对16岁开始就一个人家己住伫海上船仔厝，从事掠鱼的高风险工作。2018年的7月，大风吹断固定伊的船仔厝的锁仔，致使伊伫海上漂流。这期间，伊捌打算跳海自尽，总是想起父母捌劝勉伊，
忧伤诶时爱会记得祈祷，搁想起身躯边有带圣经，所以逐日照着学了祈祷甲读圣经，得到生存诶勇气。8月30日，经过48天诶漂流，还伫迄暗还害着学了时光困去。过当日早起，看到一只货船经过，今日会补仔获救，将伊结束49天海上漂流行魂记。当咱拄着困难，也爱坚定倚靠主，向伊祈祷甲学了。第二，较济亲近大自然。诗人用观过诸天，观日焚烧，彰显伫天，看满大地顶的文字，来描述上帝的疼、信息、伟大甲荣耀。可见诗人对大自然得到袂少启示。这个受造物并无因为人的软弱和舒适停止运行。日头悠然升起，蓝天悠然白云飘动，大地悠然活气勃勃，代表将士性命受得，要相信上帝信息甲慈爱会拯救伊。当咱面临压力的时，也通照着灵修和亲近大自然，甲上帝保持关系。总是干那维持生命还无够，咱还需要得胜的经历。代表毋但求上帝拯救，也为胜利祈祷。试想，生命中所有的难关，敢毋是靠上帝渡过啊？互咱倚靠上帝来赢过人生种种挑战甲难关。默想，遭遇困苦的时，我是靠家己解决，还是随时寻求上帝的帮助？遭遇困苦的时，我是靠家己解决，还是随时找上帝的帮助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看到这个充满罪恶、暴力、战争、天灾甲病毒的世界，阮人真正有限，找袂到方法赢过一切。总是阮倚靠你，你要帮助阮赢过逐样挑战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